来继续读册，来读台湾国语第3课。这个台湾国语第3课，咱共款上读册会的方式来读。要来读过去的教会公报。今仔日读的教会公报，这篇是经济繁荣甲台湾教会的责任。对，这篇刷来我册一下画面哈，就到册画面。start。好咱想怎讲？这是台湾国语课，因为嘛是有头一摆做伙读的朋友，所以我嘛是简单解说一下。因为这系列拄则大家看到头前迄张，其实这系列拢有写一个台湾建国的前一日，也是迄日，也是台湾建国了后的这系列，所以。这系列的无论是若是邀请讲者主题来讲，还是像今仔日安尼，用读册会的方式，拢是希望咱哪咧听，还是哪咧读的时阵，拢是咧想讲，安尼这对未来的台湾国，安尼这是倒一步，还是伫内底思考，咱有法度伫内底吸收落啥，会当做啥物？看咱即马2025的时势。今仔日这篇是。教会报会读了的小解，其实是头前伊就有先写讲编辑教会报，迄个阵的教会报的编辑组编辑伊就有写讲，这篇是美南车会派伫咱教会专门负担会计工作的宣教师伫遮这篇读的人会当感觉到咱做上帝的管家应该实行的奉献精神非常不足。李威廉先生不只提倡管家的精神，检采咱教会主人做上帝管家的人所有奉献的精神，是真正限定伫俗语所讲的管家的精神。拢无咧发挥圣经所讲的管家的精神。对伫这篇的号召，大望咱全教会有这款检讨甲奋发。这是迄阵的1967年的编辑，教会报的编辑所写的。咱知影讲教会报伫1969年的时阵，就互中华民国在迄个阵嘛无啥物好讲，就一定是中国国民党执政，就全面禁止嘛，伊嘛是针对白话字无要互咱，就像即摆中国共款，就无要爱互人民有信用，就针对这来思考。但当然，1967年的阵袂知影1969年会发生即款代志。咱即摆咱搁翻头去读，来看讲到底啥物是管家的精神。而且即篇搁讲到咱台湾人上界要紧的嘛，经济。大概选举的阵，大家就出来讲要拼经济。伫迄个时代的经济繁荣的时代。到伫迄个阵的人的信用，甲对社会的教会甲对社会的责任是安怎看？会做伙来读这篇，做伙来讨论来思考。这是今仔日咱要读的文章的大概小解。出来说明读册会咱要安怎来读。其实我无可能今仔日大家敢有事先读过。咱等一下若是有先读过的当然真好，无读过的人要。直接参与做伙读嘛真好。其实爱大家做伙上好先读过，其实是因为咱总是读全白话字的文献，咱可能大家定定拢一个练习的阶段嘛。可能读头一摆的阵，敢若是咧理解伊读了顺，读得出来表面的意思。若是要进一步讨论甲思考，其实嘛是爱了解伊的内容。对。当然，若是讲即个直接读，就是大家可能较食力安尼尔嘛无要紧。对。所以就先读过了消化吸收，嘛是拢有先做下档案，互大家讲，若是毋捌的意思，会当先记伫即个档案。相关的内容的问题，想要讨论的问题，嘛会当先记伫即个档案。咱做伙读了，就会一步一步来讨论安尼。咱等一下读册会正式起稿的时阵，咱会先问大家，今仔日有要做伙读的人，就举手，先排顺序安尼。排顺序了后，
咱别人咧读的时阵，咱嘛爱斟酌听，听看敢有读定当去的所在，甲记落来，就毋免拍断去，因为像讲嘛是互大家小练刷读，较袂去影响迄个听的人，甲大家照迄个文章的内容咧思考的迄个体验，对，所以咱嘛是大家照轮拢读了，若轮到你的时阵，你要读一句嘛会使，你要读规段规页嘛拢会使。就你家己读到倒位要停，你就停，就对后一个继续刷才袂读，就会使。过来全部咱甲规篇拢读了后，才来翻头看，讲拄则咧读的时阵有倒位读顶当的所在，互相提醒，互相掠空了后，才翻头过去看遐个物件。好，才来讨论迄个问题的内容。好，安尼我一个一个先甲迄个档案叫出来，互大家看。今仔日咱要读的这篇是经济繁荣甲台湾教会的责任，这是1967年的文章，咱就有遮尔长，一面两面，阁有半面，正面一半面，安尼，拢总就等于讲有安尼。我拄则读的小解的时阵，偏遮的话就是写伫第这段就是偏遮写的，就是我拄则有先读出来。对，咱等一下就毋免读。好，过来咱全部拢读了后，咱会去看。哦，我刚才分享画面哦。咱会来看这个。等一下 ，stop sharing。好，咱会来看这个档案，语词的部分。即摆有看到即摆这个档案。咱会去看语词。甲大家毋捌的意思，大概理解，看一摆，这是有先读的人听起的，可能这个词我读的词我毋知是啥物意思。好，意思看了，会来看这边，这嘛是有先读的人听写的，就要出来甲大家做伙讨论，甲内容相关的问题。好，安尼咱即马就切转来，咱的今仔日读的。这篇资料文章本身，嘛先甲大家讲一下，是安怎？其实教会报遮的资料其实拢有足侪，咱的友志、咱的先辈，因其实拢有甲遮的文字，大家即摆看到是扫影嘛。毋过其实足侪先辈拢有甲遮的文字，甲伊的定型起字，即摆看袂着，看会着好。定型起字了后，就是有迄款。的文字档，其实网络顶头应该有相关的资源。阮当初是嘛是安尼才找着这篇文章。毋过像我读册会的时阵，阮拢是读扫影，是我妈妈的读册会，这是阮读册会其中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阮咧读的时阵，阮毋是干那，阮是咧读文献的心情，因为像咱即摆做读册会会去讨论讲，即摆台文爱安怎写才对，安怎写才毋对。其实这当然是真好的，大家就是有咧要紧才有通讨论嘛。毋过其实咱嘛爱面对一个现实是，咱即摆的人其实使用台文，就咱输入无够多的时阵，咱知影咱输出安怎才对。若是过去的文献本身，其实因咱即摆干那短写一篇面册发文就好啊，内底就写一寡家己日常，我今仔日出去食啥。即款发文点内底就做侪订单，毋过过去嘛无人会甲你讲，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无咧读、无咧使用，就是跳过。毋过过去即个教会报是真正有一群人认真咧读、认真咧写，你写出来的物件是有人读的，嘛有人校对的，所以阮嘛是用读文献的即款心情，想要增加阮的输入，才有法度真正互咱的输出变做较有品质。阮就会去看原文的扫影，对，这嘛当然扫影的部分有时较无清楚，也是啥。大家就嘛是大家想的了，嘛是感觉好大几摆啦，对。所以这是我妈妈读册会进行的方式，甲大家分享。好，安尼咱今仔日就要正式来读一篇。安尼就即摆就麻烦讲，今仔日有要做伙来读的人，敢会当入迄个咱即摆会议经野手，迄个符号对，野手有拢拢遐要读。好，等我一下。安尼我通好排顺序，互大家知影讲接伫啥物人后壁读。安尼
我有要读啊，龙岗遐，我着写一字哈。老欢喜有要读无？龙岗遐敢有要读？有。好，老欢喜。啊，好啦，我研究安怎放大。我会啦，我会甲你放大啦，我会安尼。好哦。对，大家我会尽量拍拼保护大家的目睭。好，老欢喜。啊，倒有要读无？我着相对我熟悉点名哈，就算恁，甲我熟悉我就无法度。好啊，我试看卖啊。好，安尼免恁有要读无？一句嘛会使哦。我先先听大家来读。好啊，安尼敢有人？赞成遐要读无？无麦，先好哦。安尼其他人因为我无熟悉，我着先歹势点名，对，安尼咱其他人就先用听的。安尼今仔日咱目前就是4个人要读，安尼就看你要读到多少分，咱轮，就4个人轮了，就搁对头一个开始轮，安尼好，安尼咱就我摆伫上尾好啊，对，安尼咱就请迄个，咱就对龙光兄啊，搁来欢喜，搁来我，搁来阿杜，安尼轮，好无？好，安尼咱就对，请龙光兄对会偏正的话当人过，啊，就对迄个标题开始读。这较大字的。好，经济繁荣甲台湾教会即阵米为了。好，安尼。来开始哈，看大家会使好。台湾的经济拄在起飞，虽然伫政治上在苦斗，这我就唔知影意思。咧苦斗，工业游园进步真紧，农业生产的情形也是安尼。国际贸易，我先补充一下吼，因为我习惯读迄个中西腔、南部腔啦吼，啊，所以是伊即代是用迄个北部腔咧做，啊，所以我会照我的腔口读啦吼，啊，因为我著甲当做文字安尼吼，啊，所以我有时啊，你若讲用发音的，安尼一音一好音嘛，讲我也读毋对去吼，啊，其实是我甲伊转做，我习惯甲伊读做我较习惯的腔口安尼啦吼。是。好来。国际贸易日日在发展，总是物价非常平等。1964年甲1965年特别是安尼。1964年度国家诶主要诶，你即摆爱甲落来我查咧哦。好。我毋是我只互你即个，只有一个啥物 ？OK。无，因为伊后壁是。哦，我会甲刷边啊。对，是安尼。OK， 好，安尼过来吼。对。1964年，你到遮嘛吼？1964年甲1965年特别是安尼。1964年度国家的主要生产量增加10.2%，比较以前10%，比较以前10年间的平均率增加7%。农业方面也，我再对啊，你敢会当小提示一下？你敢我到？敢看会到有色。OK， 好。农业方面也增加8.6%，是过去往年的2倍。工业增加20.3%，出口增加30.5%，外汇储备款
叫什么储备款，我嘛讲对，外汇存底的款哈，外汇储备款对74,000,000美金增加到2,900,000,000，2,9,700,000,000美金。虽然通货有增加，总是物价却无波动。1964年进展的比例遐悬，汤价也好，风台甲天灾也无，世界的经济状况也好，所以1965年的情形也好，虽然较输1964年，总是犹原通看出进步的现象。好，我读到这。好，多谢龙光兄，过来咱请欢喜对遮。以上是应用1966年4月号的4月号的纽约，这什么字？这是英语对无？对， chemical，你会当跳过因为我要人过好。 chemical 对，文行出版的经济研究12所描写的话，以上的分析是上保守的看法，因为一般文行对国家经济的评价拢非常保守。台湾的长老教会的确有注意一个问题，总是教会是注意到一个成长的经济力量咧还是这边我怎么看无？创者对，应该是迄个伊少影的问题，创者力量在创者，也是在阻碍。也是咧阻碍教会的功效。我本文的对照，我毋爱开伫经济专家的立场讨论一个问题。照咱所观察，咱着亲像几项来了解，互咱话通较有效来推行教会的事也较这边敢是切起来，读过来较袂，也较会了解，也较会了解对方，或者是包括区的关系，大概怪怪。地方啊，对，甲北部是地方。地方教会的需要，咱大先爱看的是都市即种的复杂即种的复杂的力量有发展的正面甲阻碍的反面，着找合理解决方法。
即种诶情形是世界各地发展上诶所拄着诶事。我先读到遮。好，多谢欢喜。啊，我拄则有看到迄个 top 一摆，你讲有要读？我甲你列入去哦。是哦，好啊好啊，就是爱。歹势，我拄则嘛发现迄个贵人姐甲颜粉其实迄个咱有送过信息对无？毋知你若有想要读，则会当送迄个对话窗啊，甲我讲哦。top 我先写起。好，安尼煞接落着我，啊，搁来请阿杜。好，我先继续读。Harvey Cox。歹势论点，你敢会当甲科舍小注明起来，较对较会对，啊无毋知影你读好，就是爱有卡拉 OK 直播的迄落。对。好，来，安尼我用粉红啊色来行哦。好，Harvey Cox 伫国际宣教评论7月号所写的这篇文讲，未来的历史家要讲起20世纪是一个大的都市。当咱较细致观察新世界的城市，咱会发现两款的形体，有生命的甲死的，任人选择的甲一定着接受的。伫1961年，有一位埃及的青年接受记者访问的时讲，我免使着踮伫庄骹，伫遮打扫搁拉伞，伫遮打扫搁拉伞，伫庄骹无啥物通做，无电影也无娱乐。土地也无通维持阮兄弟甲我的生活。台湾甲侪亚洲其他的所在，咱通看见时势日日在变，总是土地日日在变，总是土地的面积不变。张辉牧师伫上一本杂志讲，台湾的人口伫过去50年久，也就是1890年到1940年，增加2倍。都市的人口伫过去20年久，却增加2倍。咱着搁注意。伫1948年到1966年的中间，照政府的报告，台湾的人口搁再增加1倍。甲都市问题有关的是工业的情形。各都市吸收台湾人口的比是前所无的，搁这个情形是无法度改换的。问题是，遮个人着如何度过因的生活？对伫安尼，因着跳入工业界去找头路。工业的产量已经入着农业的产量。甚至已经超过。对伫这工人的收入，对1953年到呾增加4倍，到1974年照推算着搁增加1倍。好，我读到遮，搁来请阿杜，搁有一个托普请准备。好，我准备开始。好。以上咱所论去两项，拢毋是任何
心理学上的答案来看人体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的问题。物质主义，不知主义心理是不知主义，这美国等者美国的大学人字典讲，民主主义物质是物质主义是种家己的利益看做是命的第一尊敬，尊重全心对救负责负迄是忽略负了精神的精神，精神的目的，需要甲顾虑，咱通讲这是哇，这个拍严严洋龟龟碳含胚红碳红胚红红的红，对红对，好碳红胚诶。啊，倒是要继续读，敢是？若是真我的是烂，靠着遮着好啊，歹势。袂要紧，多歹势，谢。我即摆目睭真正无好，我真正看袂清楚。无要紧啊，咱遮叫你加看敢对？啊，啥叫你加休困？多谢阿豆替咱读。好，安尼个后一个盐鸡趁红杯，龙光遐有替咱迄个写汉字伫咱的迄个对话窗啊，是咱会个起来话啦，应该有足侪人可能较无机会听着啊。好，过来阿豆，安尼后一个 top，top 看读到对的个轮后一个，我看到伊题有一摆呢，伊题讲有要读还是无？若有要读，拢会当伫迄个，因为看我一摆人，我着目前无排嘛，啊，若是有要读，着伫对话窗啊，甲我讲一声。好，安尼就 top 刷接落继续读，啊，后一个就搁着龙光遐安尼，落来。好，安尼来，盐鸡趁红杯，人若有啥物，伊就想爱对人到着，甚至爱较侪的心理，因为即款物质主义的人，只有是爱趁世俗追求现世的物质，
逐项爱对人教着。即种奇怪、阁有力的心理，拄着工业化的时代，啥物较细项的物也拢做出来，也拢望紧紧卖出。设使若无市场，就无法度通徛在。这市场有原有的，也有创造出来的。企业家直直咧创造市场，互咱学得料想，外国来的人尚请会通体验到一项，时常也会灌错误观点互人。这是因为广告会运用商业的术语，侪的成品拢咧包围咱，引起咱追求较好的生活欲望。咱煞变成若亲像经济的奴才，到处拢掠物质，最要紧。做一个人要了解伊是归属上帝是搁较困难。结果，整个的国家社会伫物质上搁较富裕，伫精神上搁较丧凶。好，当上帝对即款情形有啥物答复？上帝讲：你着带1/10来奉献。基督徒着明白，将你所有的献互上帝，是包含奉献时间、才能、甲金钱1/10。1/10，不过是奉献的开始。咱着有份伫上帝的圣工，然后咱才通讲是知影着安怎应答道成肉体的上帝。只有安尼，逐项物、才能啊、金钱，才会得到拄好的利用价值。基督徒也着理解，上帝爱咱将咱所需要的淡薄仔献互上帝，做圣工的路用。总是上帝不管咱有奉献啊无，拢会推行伊的圣工。搁有5只。你要留一个人读无啊？好啦，安尼读到遮。好，多谢托付。好，咱拄则有人报名，嘛要来试。安尼，咱后一个就请men音继续甲讨论。总是基督徒，灵性上诶勇行，甲伊是毋是先用伊的善用伊的金钱拢有关系。要灵性
中中真中真就需要奉献。罗马第10章第10章第9节讲，你若喙真你若喙喙耶稣，真耶稣做主，心内信上帝，互伊对死苦活，歌我歌活对死歌活，就要得到救，这条救得到救。心内相信的部分部分意义是将咱所有体淡薄运用伫基督的工作上，咱运用咱的时间、财富、能力，目的就是将咱的性命徛伫即个目标。我先读到这。赞，多谢文音。好，安尼咱过来就搁轮转去头一个，安尼咱请梁光兄继续甲咱读落来。好，台湾长老教会已经进入宣教第2世纪，这项新的计划对今年起要有大成进行5年久。今年是准备的一年，为着配合这项目标，咱着确立这个奉献的计划，互伊得到完善的组织、管理甲运用。上帝交代伊的教会指导者的一项责任，就是帮赞上帝的子民，在较深的意义参加伫上帝的圣工，甲上帝的关系。设施若愈浅薄，就人的确会受物质主义的压迫，比较无法度通活。徛伫教会指导者的立场，就是上帝的工人，因着将基督的体建立伫现实的内面，咱着这是啥？咱着知，咱着知会款吼。咱着知10%的奉献是一种的礼拜，是奉献本身互上帝，是奉献本身互上帝的一种表现。好，我读到这。好，多谢梁光兄，安尼后一个佫着欢喜，请继续。过去咱鼓励人奉献的时，常讲是要为着什么事献呢？青年人着了解上帝的祝福，
是自由的。咱世事无将上帝的互咱的面，这样继续，献给上帝。献互上帝，安尼咱的什么是？咱的性命是康康。咱的性命是康康。人哪甲主同讲，哪做像话，哪想祝福，10%是上帝会起码的要求，无论如何，上帝的要求是爱咱尽咱的本分，尽咱的本分。上帝爱咱，将一生的生涯献互伊，咱着用光上帝将伊的形象反照出来。人要对咱的心像心像，人要对咱的心像，人的心像，对，心像心像上帝的本性，上帝将伊的独生囝授赐互咱，是要救人类，伊白白互咱，伊白白互咱，咱也着白白奉献，咱着鼓励逐个人，上帝是上帝，伫上帝的时间来有份。好，我读到这。好，多谢欢喜，过来我来读。也着知10分即是表明咱参加伫伊的事工，这是比参加教会这项的活动较要紧。意思就是讲，每一个着参加伫教会的事工，每一间教会着参加伫中会的事工，中会着参加伫总会的事工，总会着参加伫世界所有信徒共同体的事工。奉献毋是交纳税金的意思。感谢上帝平常的看顾，伫基督的内面继续做工，这是形容咱10分即甲其他奉献的基础。咱做台湾个别信仰的基督徒，敢毋是着用心灵、用身体去交托上帝？若是安尼，毋望咱实践咱嘴所讲的，毋望咱的教会即方面
背起上帝所予咱的挑战，打长老教会着建立一个计划，即个计划才通发挥积极的对挑战性的上帝的管家的精神来参加伫教会的逐项事，也着培养信徒了解做上帝的管家应该有的奉献精神，通较深参加伫上帝话名的内面。只有安尼，才会通甲物质主义对抗。只有发挥即种的精神，长老教会伫第二世界宣教运动才会成功。好，煞，咱今仔日读到遮，好，安尼咱就好，安尼咱拄则有读过，甲即今仔日咱读的咱的文章读过一摆。好，安尼咱煞来正式要开始讨论，可能一寡事啊，还是问题，针对内容的问题讨论进前，咱会先来掠糖。迄个掠糖可能无一定有法度掠到招逼。我咧想，咱前2届台湾国语第1课甲第2課，拢有开较侪时间伫咧掠糖。我想咱即届咱就较紧掠，咱一面做单位。掠糖其实迄个目的，其实是因为你讲平常时咱台湾话程度无一定。就算讲台湾话听讲较好势，就可能平常时前细汉有迄个环境还是身躯边有人通做伙生活做伙讲。毋过其实文字对读写甲听讲，即马科学研究嘛愈来愈进步嘛，就知影其实无论任何语言拢共款，听讲甲读写其实是2件代志。特别是咱台湾话也无有家己的军队，也无有家己的国家。当然，咱的文字这方面有影着，大家经验相对拢较欠缺。所以其实大家拄则咧听，虽然咧读的时阵，若是有注意到，有咧看我迄个卡拉 OK 画面的就会看到，别人咧读的时阵，我嘛会认真听嘛。若是我有做青色的笔记的所在，就是我听到的时阵，会感觉遮可能是有的人是伊的喙、伊的目睭无法度扫介紧嘛。毋过咱台湾话有变调，若是你扫无够紧，有时就会无法度变调。像台湾人这3字，咱若是干那看到台湾的台湾人，安尼就毋是台湾人迄个湾就会无去。所以其实掠糖这个部分是咧训练咱互相提醒。因为咱家己咧读书，我家己咧读的时阵，我就完全无话青色的声音。我家己咧读的时阵，我无一定听得到我家己的声音。主要这个掠糖这个定词是要互大家知影目的尔。嘛，就推荐大家若是有伫家己的所在，还是讲家己有组一个读册会，嘛会当拢甲即个定词考虑入去，安尼。就足免遐像拄则中间遐咧读的时阵，我就含伫咧画青色的，大家就知影。就啥物大家扫迄个输入文字的迄个能力甲效率，拢是安尼培养出来的。对，好，安尼。咱就对第一面，敢有人咧有听到别人读的时阵，倒位有要提醒，感觉有谈到的所在。好，我咧想，因为咱拄好拢有录影嘛，咱嘛录影嘛有配画面，咱今仔日就无一个掠。我可能就像讲，地方吹形像即个，我就掠几个代表，互大家知就好。像即个形吹形教会的事，就其实即个形可能我迄个阵画起来，可能就是原底应该是吹形教会的事嘛。毋过可能就若是扫较慢，就讲来吹形教会的事，安尼对。所以我就会甲迄个形画起来。像若是阮乌妈妈的读册会，家己咧读的时阵，若是讲对有的人拢会看到迄款。
半年前半年后的进步，啊，迄款人拢是因互掠通了后，其实现场掠伊知啊，其实是无一定有效的，啊，伊会转去听伊家己迄个阵诶录影，听伊家己迄个时阵是安怎读的，对，推荐互大家，啊，就拢会做一寡笔记，啊，互大家袂遐歹找啦，对，啊嘛会当训练家己听着，就你重新咧听你家己的声音，听录影的时阵，啊，甲别人提醒你的，敢有你无听着，毋过别人有提醒的，啊嘛会当训练听，因为迄嘛是有输入，咱才有法度输出，安尼。好，安尼第一面我就简单引用1966年，对啊，就较侪好，看有人要特别提出来讲，可能我无掠着的，嘛会使对，因为有掠就是咧帮赞，帮人搞了我就感谢啦，就帮赞我进步安尼。好，啊第二面。黑色的所在。哦，即拍因为迄个阿杜伊目睭，伊讲伊即摆目睭看较无清楚。就即段我想讲，大家安尼读起来较慢的，我无确定大家敢有法度吸收迄个内容。啊，基本上是咧讲物质主义，啊，甲着咱人敢是爱人格心理学啊，啊，咱应该爱照顾咱的，伊是写灵魂哦，敢是我袂记得啦。对，物质。啊，甲利益，需要甲需求，就是咧讲灵性啦，对，主要是即个部分，特别是迄个阵经济咧起飞诶阵，好，灵性，对，相信、信用、奉献，好，啊，第三面，好。啊，若是大家有趣味，就会当看，就我家己的笔记，就是有青色的所在安尼。好，安尼咱掠通即拍，咱今仔日就互过因。我感觉今仔日的迄个问题讨论的部分，应该有诚侪当讨论的。安尼咱就掠通读了即篇文章，啊掠通过，咱来看一下语词。其实即篇应该嘛是诚侪，有一寡语词，咱可能较青分。啊，青分诶，你有可能有几个，一个是时代精差嘛，啊，一个是教会诶，若是较定读圣经诶，啊，较熟对教会诶用字用词较有熟悉诶，可能嘛会较像拄则咧讲啥物用光伊啊，就像即款。若是毋是教会，还是对教会诶用词较无熟悉，可能就需要一寡时间适应。甲了解甲伊熟悉啦，培养感情安尼。好，安尼其实做诶笔记无侪啦，我相信着随人诶迄个笔记一定搁较侪。啊，像读册会，我妈妈读册会着会安尼去记，啊，着较认真诶人记。啊，像大家若看到我家己伫拄则迄个笔记顶头，像我用青色，毋是青，拄则是青色是读顶头诶嘛。我用黄色诶笔记话，就是我家己感觉，我读着，我头一摆咧读，通常我。会读2摆。我头一摆咧读诶阵，伫迄个阵台文听都嘛较无好。我通常拢读2摆，第一摆是读了顺，第二摆才开始理解。伊个字到底是咧讲啥？伊即句到底是咧讲啥？即段到底是咧讲啥？对啊，画起来就侪，毋过因为敢若有另外一个定数填起来，可能就较少安尼。好啊，有填起来，今仔日有3个，即个是好调。好调，若是汉字写出来，大概应该就拢随看会出来，就 calling 嘛，对，就 call。基本上大家就知影即个意思，受到上帝好调，受到台湾国的好调，就感觉应该做啥物款的代志，安尼。好，啊，过来考倒，拄则用光听读到这个阵，嘛讲，对，阮嘛是伫书店查无啦，对，迄个阵嘛查无。台湾经济拄伫起飞，虽然伫政治上伫苦斗，对，就毋知影敢有人知。若是无，咱就保留即个基本，看当时佫会读到即个词，甲听，也是讲听人讲到即个词，因为咱若是有记起来，就会注意嘛。好。啊，佫来是宋香，
对，嘛有人讲宋香就是善嘛，对，善洽，对，宋香人就是善洽人。好，安尼咱今仔日语数的部分就到这，安尼就进入到后一拍问题讨论。这好，这你敢毋够大字？好，这通常要提出问题讨论，当然迄个无一定讨论得了。通常非日常读的人，你自然会对内容有思考嘛，有想要甲人讨论的代志。其实就想要爱咱台湾人台文的读册会，就甲其他语言的读册会共款，就毋是单纯学迄个语言，嘛是照文字来讲，语言甲文字就是载体尔，重点是思想的载体。来去讨论一寡价值甲思想的物件交流，互大家让互相熟悉，搁较深嘛是利益咱未来台湾国到底啥物是台湾国啊？台湾国的内涵是啥？咱要起一个啥物款的国家，嘛是定伫即款讨论的过程，互相了解做伙来思考。好，安尼通常阮就会甲大家先提出的问题，全部拢先读过一摆，了后再一项一项来讨论。一项讨论的时阵，就会互迄个提出即个问题的人小看的起头嘛，起个说明一下啥怎伊会提出即个问题，安尼。好，安尼咱就先甲我就先甲即7个讨论的问题一个甲读过一摆。第一个问题是宣告成功，敢毋是一个物质的愿望？第二个是上帝伊的国是啥？啥说啥？对，是啥？敢爱扣税金？第三个问题，咱敢捌奉献金钱，也就是寄付？是啥物情形来奉献来寄付安尼？第四个问题，伊敢是伫经济起飞的时，才来宣扬即款号调？第五，都市的两款形体分做有生命的甲死的，任人选择的，甲一定着接受的，这是啥物意思？第六，咱的利益敢算家己的利益？咱甲家己，也是一定爱为着上帝的利益，才袂变物质主义。第七，追求物质主义，追求物质是好也是歹？你安怎看？好，这是今仔日7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无确定敢有人即马是即场读册会进前才提出来。因为有一寡是我对这篇我头一届读的时阵应该是2023年尾，就阮奥巴马内部读册会的时阵读的，所以我嘛是有对遐掠一寡问题，所以我无啥确定倒一寡问题是啥物人提出的，所以无法度每一个问题拢像我拄则讲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先来说明一下，说明看你是安怎要提出这个问题安尼。安尼看敢我感觉即摆会当，若是讲有人对倒一个问题较有趣味的，咱会当伫迄个字野手，咱就会当先对迄个问题讨论，好无？若是无，我就一声、两声、三声，咱共款嘛是对第一题开始讨论。无是有人离开，我意思。好，安尼看敢有人想要先对倒一个问题开始讨论，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就共款对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好，第一个问题是宣告成功，敢毋是一个物质的愿望？无啥确定，这个问题
动册是啥物人提出的？毋过我咧想，应该因为即篇是传教士写的嘛，啊，当然，敢是咧讲，其实传教上帝事工分做足侪阶层，足侪阶段，足侪阶段啊。比如讲起一个教会，足侪教会拢是迄落嘛。像我有一摆对朋友去礼拜的时阵，可能就会有有要去家己的教会敢是就算一牧师，毋过也未去教会的人，就来即个教会宣告啊，请大家寄付因要去家己的礼拜堂，安尼敢算是一个无即条的愿望宣告成功。安怎是成功？敢算是一个无即条的愿望？毋知影敢是咧讨论即个意思？敢有人想要爱来做伙讨论的？什么是无即条？物质主义哦。什么是无即条？咱即摆开始讨论，听下问题。你感觉咧？因为伊摕着物质，咱即段即篇讲着物质的时阵，敢若对应的是灵性嘛？敢若即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就你感觉啥款？因为因个宣告成功，可能比如讲，可能教堂去咗大间有较侪人去做礼拜，我毋知安怎算成功啦。毋过可能安尼较就是较简单，互一般的社会大众看见安尼，可能就是成功。我感觉，伊可能感觉这东西为着可能感觉这是好的物件，是要甲大家分享。我感觉这出发点是好的，毋过教堂是一个有形的物件，所以我嘛感觉真趣味。我感觉你讨论到遮就适合迄落，咱爱请基督徒来做伙甲咱讨论，安尼我就爱请教，毋知龙光兄。我对。即个问题买当讲 yes， 买当讲 no 啦，你看你什么款的情景，就是像讲迄黄宗伟的情景的神学。你若是讲伫一个足散车的所在，因实在是有需要经济改善无通食我想迄种的福音，就是会当讲你会当拼互因食，会当互因有一个供应一个安尼因的一个需要。当然这是宣教的一部分，一个成果部分。毋过即摆你若是面对一个足富裕的社会，你搁去迄个物质上宣教的成功，安尼就是变做贪心去你就已经超过这人，你就已经有啊，你搁一直要追求物质的成功，迄个到尾迄个物质的成功会互你造成负担啦，袂失。嘛会袂失去，嘛会变做造成你的负担嘛。你怎我钱遮济，煞毋知要哪用你若是无钱的人，就明仔载现都无通食对无你到尾你的信仰，还是讲你到尾即个求上帝赏赐互你一个像讲即个主的祈祷文就讲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嘛是日食这个物质啊。毋过伊无贪心伊就是干那讲我会需要，我会当满足安尼就好啊。这是我的理解啦是。多谢龙光兄。对，拄则龙光兄那咧讲的时阵，我就浮出另外一个宗教的，我敢是先顾巴肚，才顾不错。对对，甲大家提醒，迄落若是因为咱即马伫现场我毋是逐个有志拢有熟悉若是讲有要讲的人，因为咱人其实嘛无介侪，你通直接开麦直接讲嘛好势。也是讲你要举手我甲你点嘛好势，
也是讲你若是无方便讲话，你的环境无方便讲话，你要起字伫咱的会议间的迄个对话窗啊，我甲你读出来嘛好势，对。啊，若无我着，若是我有想着感觉，即摆就适合请上来讲，我着会问看觅你要来讲无？啊，安尼老欢喜，你安尼中共遐安尼应，你敢有啥物？就要回应的？就感觉会当接受，因为我嘛感觉是敢会当是嘛，会当毋是安尼。是，对啊，就是答，对啊，刚刚就是答，人生最大的就是安尼。好，安尼，毋知即个问题有人想要继续讨论的无？若无，我就会一声、两声、三声，咱就进入后一个问题。有想要继续讨论的，就会当随举手安尼。安尼，即个问题若有人想要回应，还是继续讨论的？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进入到后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帝伊的国是啥？敢爱扣税金？因为即篇嘛，几落摆讲到迄个基督教的奉献的方式，就是伊讲1/10、1/7是上起码的要求，毋过伊强调这毋是税金，啊1/7是奉献的开始。就到底上帝伊的国，即篇敢有讲着？我无确定即篇内底敢有拄则敢有读着，毋过上帝伊的国，这是在圣经内底嘛是定读着嘛，先求伊的国，敢是我无确定。那个1/10是啥物意思？就是我对，我袂记遮有，毋是基督徒的朋友，基本上圣经内底，就会伊圣经直接写的，圣经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的宪法。我无确定敢安尼讲，对。毋过就是你，比如讲你趁偌济，毋管你趁偌济，你就是爱寄付1/10，对，出去。毋过毋是税金。毋是税金，我毋知影圣经敢有写，我无确定。毋过即篇内底咱拄则有读着讲，这毋是税金。伊咧要求的是你奉献，我讲即篇度假所写的是1/10是1/7是奉献的开始。其实咱上帝甲伊的囝白白互咱嘛爱甲咱家己，伊是要求咱爱全部奉献互上帝。伊应该讲毋是敢是要求，还是伊讲伊是安尼想的。1/10是第即个作者是安尼想讲1/7是奉献的开始，安尼。应该讲是请几人者啊？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会宰掉你有宰掉趁1000万，还是偌济万？毋是你介到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互你的财钱，你才有法度通趁钱。毋是你介到，是上帝的恩典，互你有法度通趁钱。所以这是上帝的资财，你现在的钱就是你得到的，你互上帝，你搁归向上帝。安尼无算啥物，应该是安尼解释。照圣经的记载是安尼。毋是咱人也无谦卑落，若是感觉讲家己足够趁，安尼毋是上帝所搁现搁较济嘛是无法度通应用上使用上，爱感谢。安尼敢是因为足侪人甲这看做税金，所以伊才爱特别强调讲，这毋是税金。等恁请。我头仔咧网络顶悬咧查即个10分
这个制度啦。是啊，我看到的资料是讲，伫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帝国咧，甲这个基督教用做国教以前，就是伊这敢若就是一直到欧洲遐即个国家甲教会开始有一寡分，就是开始分开以前，国家是甲即个十分，这是叫做税金是无毋对，是写伫法律内底。哦，所以后来，因为即个国家甲教会开始有一寡从有一寡想法无共去分开嘛，所以甲即个毁掉，对法律内底去毁掉。所以我想讲，应该是讲历史典源看起来，是大概可能有差不多1000年，差不多是即个第五世纪到15、16中间，伊其实是有负担即个税金的即个法律中的税金的意义。哦，这是我看到的一寡资料啦，嘿。哦。我就想讲来补充者，互大家。圣经就是安尼记载，圣经伊伫旧约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伊就献10分之一个大祭司，叫做伊嘛是一个国王，叫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啊。我有看到这啦，我意思是讲伫法律典源。就是迄阵，这是即个宗教典源的一个我头仔是单纯对即个历史甲迄个去看讲，其实伊伫历史典源是有做过法律典源的税金的即个地位，我想讲甲大家补充一下安尼。多谢本因，多谢本因的分享啦。我想讲伊安尼讲应该是无毋对啦吼。总是伫罗马帝国迄阵啊，因除了纳这1/10，因还佫有迄个抽象的，就是替罗马帝国内咧扣税。这迄若是就是讲迄了白啊就对啦。你看伊替迄个殖民者来甲家己的同胞扣税，所以因就足气那迄就对吼。所以是迄种的情形啦。是若到即马现代教会可能伊袂一直要强调，大家一定就爱讲献1/10啦，其实是有时现在应该是较强调的，就是讲你爱奉献你的生命、你的才能，所以你若咧唱奉献的歌，是的时阵就是讲我的才能是你享受嘛，你的他人，你的所有你的物件，就拄则像即个贵兰姐所讲的，一切拢是上帝的安尼就对啦。所以迄嘛是一种的迄个管理啦，像个义务还是一种管理。古早时代，我想是一段时间是迄个政策是一个税金无毋对。因为这时诶，可能伊就无咧做工课，有12支派，所以可能这详细我是毋知影吼，是爱互一寡迄个神职人员去生活。咱会记得讲，迄个古早是神权的国家嘛，所以是宗教和政治基本上是连做伙的。就趣味的，因为伊个。这篇是1965年，个伊个特别强调讲，咱拄则读到啥？我看者，伊拄则讲汇率钱是上重要。我伫咧想讲，迄个阵敢是足多人，伊就讲我著奉献才能啊，我奉献时间啊，毋过伊就是无要寄钱，敢是迄个阵教会咧欠钱？我想讲，对，这篇咧写的时阵，我是想讲，敢会含讲迄个。黄宗辉的陪嫁运动，迄阵啊有关系，因为伫即个
或者呢，伊是1905年背教运动是按这个咧纪念马雅国来台湾100年嘛，啊，所以是按这个1955年开始做一个10档的计划。对。啊，因10档迄个提出的计划就是讲，基督徒的人数和教会的人数拢爱增加1倍啦。对。啊，所以是伫迄个中间，我相信因为开始迄款原住民较散起来的所在去设立教会，啊，所以伫迄当时，真有需要迄个资源，资源去起教会，去。啊，毋过到最近，像讲咱伫长老教会内面，较算讲一个较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叫罗俊义牧师伊不时有伫电视咧讲道伊就无赞成讲钱去用在起教会顶头，所以迄是无共款的迄个时间无共款的社会情景。会有无共较毋是讲教条，讲一定安那一定安那安尼啦。哦，但背教运动足趣味的，大概若是有得去教会，还是讲有趣味的，还是讲对啊，恁兜附近，通常拢会有长老教会嘛。若是你有去看伊个网站，若是背家教会，迄个时阵三星成立的教会，啊，因拢会写因会写讲。阮即间教会是因为背家运动来成立的，对，大概若是有趣味的人去看，真正就侪教会，像阮南州嘛是，敢若嘛是因为背家运动，才产生的教会，才成立的教会。伊推广方法我去安尼去 internet 去查一下其中有一项是推动文字时间甲教育时间啊，第5条是重视原住民的宣教。真趣味。就是讲，所以比较上起来，就是讲，长老教会起码差不多有10几%，介少10几%的迄个会员是原住民的教会。安尼比较。原住民的教会嘛足济，别个教派可能足较少入去啊。对呢。好，多谢大家做伙讨论一拍上帝伊个国，甲到底10分1、10分7拢会使。我讲10分1甲10分7的这两个讲法拢会使。对啦，应该你讲10分7是正确的啦，因为迄是1/10啊，甲伊缩短起来变成7/10啦。是。大部分是拢讲7/10安尼。是。无就讲这11奉献啊，11奉献啊。是。好，安尼第2题，敢阁有人想要讨论还是回应的？一声、2声、3声。好，安尼咱阁来到第3个问题。咱敢要奉献金钱，也就是敢要寄付，就这特别讲金钱的款是啥物情形来奉献金钱？好。敢有人要来分享的？安尼我想要迄落，我知影。论点我第2个是。第2拢毋知啥物人问的对啊，毋知。若是讲这个问题足重要，因为足趣味呢。我会当转去查阮的记录啊。我咧想这应该是2工。因为咱即马有时啊，讲上帝国敢是天堂啊，你信了你入上帝国嘛，咱想敢是你了你就入去天堂啊，天堂铺金铺银安尼但是咱有一个 anime 伫少年人之间足穿的，伫迄个 Netflix 顶头是地球的地球的运动就是咧讲迄落。地球咧到底是地球咧叮当，还是天顶的才会星咧叮当？在迄个 anime 是咧讲这，当然这内底就一定牵涉到就侪教会信用、甲科学、甲人
诶追求之间诶问题，啊内底嘛一直拢讲，对，拢有搬着讲人，因为即摆你讲读圣经诶少年人诶比例，甲看阿尼美少年人诶比例，可能是读阿尼美较侪，啊嘛因为即个阿尼美，好多个少年人可能开始讨论即个问题。就讲哦，因迄个阵的人是真正感觉，哦，咱来即个世间是来受苦，啊，毋过死了后得着救，解脱去到迄个天国。对，这篇我拄啊看了，拄啊昨看了，是，我感觉即个拍即个阿尼的人，介有智慧啊。因为伊迄个背景是拄啊好伫中世纪，对，中世纪拄啊好是一个教会上黑暗的、上堕落的时代。迄阵伊嘛有描写出即个教会即个黑暗的面啦，吼。而且迄个时阵拄啊好是一个新教拄啊要开始，拄啊伊就是咧讲迄个你讲的迄个，其实伊是咧讲迄个过百年迄个运动啊，伊主要是咧讲即个运动，毋过伫伊迄个情景的背景拄啊好伫迄个时代，所以伊真正是即个，我感觉创作即个安尼的人，真正是伊真正有科课啦，佮有家己的迄个科学天文的迄个知识。推荐大家，推荐大家去拢去看，对，真正真好的安尼。都多谢贵兰姐，毋过，伫迄个时代咧看即个。迄阵是天主教的迄个上古啊的时阵，对，其实迄是一个对上帝错误的解说，就是讲人已经错误对圣经的解说去，行歪错去啊，所以才有新教的出现。下午下面也出现新教，就是咱即马。迄个基督教的出现，迄阵拄啊好伫即个改革运动的即个时期口的即个时阵，伊落所以迄个时阵，教会对钱的看重已经走前去，走前甲足厉害。所以，咱即马转去看迄个时代是已经无符合圣经要甲咱教示的。对啊。时代感嘛，就是经济繁荣的时代，但迄个时阵的经济繁荣。我甲咱补充一下，无经济繁荣啊，嘿，迄阵无经济繁荣，而且教皇伊推行12件东征的即个代志，伊嘛认为讲，你若去东征杀死人嘛会当得到赦免，这拢一定排除去啦。是。对啊，所以迄是一个教会历史一个真见效的代志。了解，多谢贵兰姐的分享。阿中光兄野手，请。我想咱咧讲教会吼，可能爱有一个两种意思啦哈。一种是无形的教会吼，无形的教会就是讲耶稣基督的身躯就是所有军队耶稣的人的集合体，迄就是教会毋过咱一般咧讲的教会，其实是教派，还是教堂，还是讲信仰团体所以咱咧讲的时阵，咱爱有即个认识安尼安尼咧论会论较清楚。有关上帝国
可能我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可能大人会无共款，我讲互大家做参考。好，你讲上帝国，你讲就是伫咱的心内，有上帝掌权啊，咱到即个上帝有一个 harmony 咱有平安有一个 harmony， 有一个和好的 reconciliation 有一个和好迄种时就是咱就是活伫上帝国内面是讲上帝国伫踮咱的心中有即种的概念伫耶稣的时代我相信是迄阵包括伊一寡文道也好，还是讲迄阵当时的犹太人也好，因足期待有一个迄个弥赛亚弥赛亚来拯救因因的愿望是希望一个犹太国一个犹太人的国王毋过耶稣来伊的目的毋是安尼是伊是超越民族主义是为世间人献的，毋是干那为犹太人安尼所以到尾去行入去迄个要去耶路撒冷的时阵，本地足支持伊的遐个人因为想讲即摆去要耶路撒冷，可能要去建国要完成毋过伊到伫遐人口发觉讲，毋是耶稣伊的形象并毋是一个强者，毋是一个徛安尼带天军天马来推翻罗马帝国，而且所以伊本地支持的群众，变做反对伊，安尼所以是伫迄当时检测有一寡人，因的上帝国就是犹太国安尼啦。是，毋过这毋是耶稣咧追求的迄个国度。所以讲，但较简单咧讲，你若讲有上帝，照上帝旨意，讲较物质的，拄则咧讲较心理的，就是讲咱的内心有含上帝，安尼有一个不时伫遐咧对话，成做一体，迄个上帝国住伫咱的心中。若讲着较物质的一个国家，好像一个有照上帝旨意咧治理的国家。伊毋是用权威，而是用疼心来咧建立的迄个国家的时阵，咱迄会当讲来讲，即个是有上帝参与的国家安尼，上帝国。了解。我看你敢了解，讲了解讲了，感觉无啥对，我。因为拄则龙江遐甲几人在安尼讲，我就常想着，阿德毋知即摆你敢有方便分享？因为我所在阿德嘛是熟识诚久的朋友，阿德伊是回教，敢是？你是信仰回教？是啊，我信仰回教啊。安尼你读过的时阵啥物感觉？对。你是讲还是讲对恁来讲？因为大部分的人伫台湾可能较无了解回教，安尼毋知对啊，毋知恁的信仰内底世界观还是啥物？其实讲真诶，就是这是个就实际诶世界观。就是对于阮来讲，这个世间已经有一个规则伫咧啊。毋过遵守这个规则，就会当去天国；不遵守，就会落地狱安尼。安尼天国，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耻哦。应该讲是一个，要安怎讲呢？就是歹势，熊甲你问。袂啦。你有想去准备？
我是感觉真趣味啦，我是感觉真趣味，就是嘛是头一摆有人甲我问这种问题。好，想白吧。对，这算是一种生活。就是一种你的生活，就是要做好人安尼。毋过你若是做歹人，你就会落地监。敢有类似奉献的概念？就像拄则这篇内底一直讲着奉献。有啊，就是你要照先知的教示，你要照阿拉的教示。就亲像第三个问题讲，你敢有寄付金钱无？对无？就是意思，就是回教内底嘛是有寄付金钱这个教示，就是好野人要寄付金钱互善食人安尼。是，所以是寄付金钱互善食人，毋是寄付金钱互迄个神，还是互善食人？毋是寄付互善食人，是寄付互即个社会。就是对阮来讲，即个社会就是一个意思，回教有一个词叫乌嘛，即个词无台语，还是我就直接用阿拉伯语回答。对，是。就是即个乌嘛，就是爱照即个规则来过日安尼。有样凶凶，留啊是。对啊。了解。安尼，敢嘛有因会讲，免恁我歹势，免恁讲之前，我先甲迄个颜粉又伫迄个对话窗啊，又写一句讲，上帝国对角度来讲，敢是甲咱心内的台湾国相同？我讲这个问题嘛足趣味，因为讲实在，我头一届对迄个圣经内底迄句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即句其实我就是对台湾民族主义者嘴里听到的。毋过咱说来较好，免因。多谢阿豆。对，其实我嘛是为伊斯兰，我为回教，我才会支持台独的，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信仰回教，伊就是一个伊就是一个回教徒。安尼，你支持台湾独立，你讲台语，是安怎你就毋是一个台湾人，你就袂当变做是一个台湾人。我为这个问题开始去思考，这就算是我的红药丸啦。了解 The Matrix 内底红药丸啊，是。我毋若熟悉对回教这个事是，我嘛是读迄个教会部的文献，伊是安尼讲迄个意思，伊是写回教。对，我无确定到底是来讲敢有安尼讲是对啊毋对，对，毋过因为我读过去迄个，就是教会部的文献，因写回教，我就对安尼叫。嘛袂当讲毋对啊，对。所以啦，敢会当讲所以，就是平常时嘛，阮嘛安尼讲啊。是。对啊。好，安尼就好，我就较放心。多谢阿豆。好，安尼免因敢是有要讲。我敢是想起我2-3工前咧读一本册，伊就有讲到讲，无论是伫中世纪的时阵，就是无论是教会还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 mosque， 伊是有负担这个社区的功能嘛，所以迄阵的迄个社会福利
应该可能有到1/3，所以可能比即马遮个北欧遮个福利国家，拢搁较去有关照着遮个地藏嘿。嗯，哇，好，就有效的呢。就我意思是，无即注意，害咱即马拢想讲真歹趁就歹过，趁着人就济，好人嘛就济，趣味。啊，因为我常常搁想着，我毋知呢，我毋知影不够，甲这敢有相对嘛是有嘛，因会化缘敢是，安尼我要来点我知影的迄个不够的朋友，托付你准备一下，啊，我想要回一下迄个颜分拄则提出讲的，虽然我毋是教导，我毋知影颜分敢是要问教导。在上帝国甲咱心内所想的台湾国敢有共？毋过，我迄个阵头一摆，对即则经文有真正听入去看入去，就出现伫迄个，就我讲的台湾某些台湾民族主义者，伊咧讲座迄阵，即句话就出现伫伊的迄个 slide 顶头。啊，伊迄个阵。应该，伊的主题，伊演讲主题，毋是台湾民，毋是要讲要爱建构，要爱啥。毋过伊有影强调讲，咱要去理解即个世界，就爱先有迄个主体的迄个观念，才有法度。就算是我后来理解，就算是讲。原点嘛，知影咱伫倒位，才知影讲咱安怎去看即个世界。啊，这嘛，我嘛同意拄则梁光兄讲的，基督要追求的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迄个上帝国。啊，毋过若是讲对着，这嘛是不值得的。就有影咱人总是就即个肉生活伫即个世间，敢若嘛是有需要一寡。除了心灵着的物件去帮助咱理解即个体验，啊，我感觉就有影。我若是讲我家己，我咧想，我家己即世人，可能我身躯边一寡朋友嘛是安尼，就有影是来做台湾国即个物件去追求迄个伊的国家伊的义，可能是安尼，毋知就想要回应颜分。下部分，好，安尼咱甲我要问迄个不够诶，迄个托付，你感觉我用到牙去是？好，咱等下迄个托付讲了，就用跟遐讲。嘿，要讲啥？因为我想讲，你是不够诶环，因为恁爸母拢不够啊，你是不够诶环境大汉诶啊。对啊，就敢有。上奉献即个概念，也是讲伊个国不够，应该无伊个国对无？不够，敢有伊个国？我无够了解，所以我毋知。对。敢若袂特别要求讲爱啊，贴花心，无爱。毋过大家拢足主动诶，会提钱，嘛是伫红包度啊。因会讲净土啦，净土诶意思就是讲，袂输教会安尼，就是你若有去，就爱转来净土，啊无外口拢是污染，因是安尼讲啦。净土嘛可能有迄个心理的诶，嘛有可能有佛师。即款不值得诶。系啊，就会得敢若是蓝社会诶款。系啊，无特别讲国，毋过就是讲爱会一直声你转来。好，所以无是奉献，好，奉献，
好，了解。伊毋捌咧讲迄个叫大家寄钱，毋过毋知影啥怎因永远拢袂欠钱，我真好恨。因为我去礼拜的经验，有一个时间大家就会开始传迄个地啊嘛，我当然知影大条的袂出现伫遐啦，对，我就我意思讲，就上无伊伫礼拜过程的有一个即款仪式，回到我毋知，我毋捌参加过，过对，好，够趣味的啊，我嘛毋知影，但是有人知的，会当讲看卖，好，安尼托普刚有要讲的，无讲煞哦。好，落力。安尼咱到梁光兄，拄则咧讲即个上帝国诶代志啦，哈，教会，敢是即个民族民族独立，这议题啦，哈。我来读即个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啦，哈。信仰个别的意思是啥物款？伊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家己的信仰个别，就是讲我所信的是啥物款。但即摆整个的教会，伫无共款的时代，伊会发表伊的信仰个别，就是即个人的一群人的做伙一群体一个信仰个别安尼吼。伊是写较长，我读讲和咱今仔日讨论较有关系的两段啦。伊讲讲远信啦，远就是讲，就是代表即个长老教会讲的，讲远信远信哈。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团契的意思本身就是讲，就是人和人中间的关系，佮加上甲上帝的关系，迄叫做，迄就是团契的意思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过来这点就和咱讲较有关系哈。佮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互上帝。来，即段讲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甲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这就咱咧讲的做管家的迄个意思，足相像哈。伊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因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互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这就是迄个因的即个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伊这毋是讲所有的长老教会的团体拢有共款即个信仰个别伫美国的长老教会嘛有因家己的信仰个别安尼像无共时代的嘛有发表无共款时代信仰。我想要知影迄个拄则读的迄个因的更新这是当时发表的安尼。这个这是第二约无错。主笔的款啦主笔当然就是要。会当成做整体总会一个个别，应该是有一个正大的一个 process。我是应该是在伫国事声明迄骹倒来款。50年前，50年。1985年4月11日总会通过，
所以应该是伫即个进前，啊，毋过佮经过几冬较总会较个通过即个信用个别安尼。了解。信用个别，对嘛，那嘛是定定听到即个词，对。今仔日中根兄解释了，有搁较清楚小可，对。多谢中根兄。好，拄则迄落颜分有伫迄落咱的对话窗仔写讲，不够感时刻化人较侪。top 有回讲因兜去的庙是毋捌看师傅咧出门呢，毋过路人会看到亏伤伫化缘，神秘的力量，对，无欠，互大家无欠亏。好，安尼咱拄则个考倒来讲第二个问题嘛，安尼敢有人对迄个第二个问题，佮有啥物有要讲诶？因为咱时间差不多，咱本地的定迄款问题列出来了，因为咱时间有得2点钟嘛，无讨论了拢是正正常诶代志。我着想讲，即摆时间差不多，台湾嘛正晚，毋知敢佫有人特别，无论是针对遮诶问题，还是讲今仔日大家讨论诶内容，还是咱读诶资料，有特别想要讲诶无？我着一个问哦，因为我惊有诶人是迄落较避暑嘛，着惊讲无甲你叫着，你嘛袂野手嘛毋甲讲诶。毋过其实你心内无定着有话想要讲，安尼我着一个问，若有诶，着会当甲我回安尼。好，安尼主上你有要讲无？无。敢有？无好，真好，赞，多谢你今日来。过来赞成兄，毋知敢有要回应诶部分？可能无方便开麦，对，拄则嘛无开麦。好，多谢赞成兄。好，过来都有讲颜分，应可能是无方便讲话，对，拄则颜分有问题。颜分请。对，像迄个有含囡仔做伙较歹势，较差。对，因为我较无对白话字较歹势，对白话字较无熟，所以今仔日嘛是来听为主。好，感谢。好，多谢颜分，期待咱会相会。好。对啊，讲到对白话字较无熟，我感觉迄落变音今日读就顺诶，比我上诶又较顺。好，过来，既然这样有感觉有要讲，对，既然这样有要补充诶，无好，安尼过来，有杨，杨，你敢有要讲话？好，无。哪里忙赢的？有台湾这边有人种话，过来，毋知敢是国华兄还是国华姐，我毋知，对歹是，喂，有用啥拢要歹势，对，毋免，好势，好，安尼其他诶人，我应该无唠高，若有唠高，恁则家己话声哈，若无，咱着今仔日读册会着讨论到遮，迄个，是，讲过一个啦哈，对，来请梁光兄。迄个5月31，迄个你有入来工作嘛哈？有。咱5月31含即个题目应该是嘛足有关系。咱就是要讲即个教会哈，宗教，因为讲讲宗教含即个社会运动的关联啦哈。是请即个蔡丁贵博士哈。含一个牧师，或者新约的牧师，个伊的题目若是研究这方面的哈。是。我来讲欧妈嘛是这个赞助的这个团队，都大家老人来参加。所以来遮发问啦哈，恁就是含这个经南北美的这个经南顺义啊，来请这个经南顺义的一个会员叫做
配分哈，来做主持啊，由恁遮少年的来主要来发问安尼。5月31啊，后礼拜是赞成兄要来讲即个巴克的故事安尼。是。好。多谢大家今日参与，安尼大家台湾的，我送一蕊花互你。好啦，多谢大家家己拍鼓啊。好，安尼台湾这边有看无？对，大家就阮就先来休困啊。好，感谢，平安，平安，拜拜。平安，拜拜。平安。